2025年的世总运动5月特别起稿，目前计共是有25000人报名参加。台北市政府今仔嘛公布讲，双北市长佮有金曲歌王萧煌奇等人嘛拢有报名比赛哦。台北市政府嘛预告，到时阵台北市一天哦，至少有5万人来看比赛。2025年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5月17日就要开始，台北市政府也提早公布今年的名人选手，有双北市长朱万安好友谊的壁球比赛，音乐团体911参加的溜大扫比赛，金曲歌王萧煌奇参加的溜达比赛，和102董事长嘉英杰参加的水球比赛等等。市府表示有这个名人加入，替世总运宣传，预估达日台北市会因为这场运动会加入5万人的人潮。整个大台北地区在日间流动人口高达70到80万的这个部分，其实多了这几万人，对我们整个大台北地区而言，都在我们的交通可控制的范围之内。我们一定会制定最完善、最严谨的交维计划。这届世总运有35种的运动类型，也规划61座的比赛场所。台北市的电竞比赛场也引进全台第一个配速灯，让参赛者伫咧比赛时阵有稳定的节奏，也打造户外的运动场。亲像伫台北市府头前有人工的沙坡，让排球比赛使用，也会甲国父纪念馆变做户外野赛场，让都市变做户外运动场。这次的运动项目非常多，包含35个运动种类，那61个场地，所以其实每个场馆它要搭配什么样的运动种类，其实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来去做思考的，所以才规划出现在目前非常完整的场地，供国内外超过25000名的选手来去做一个体验。台北市政府表示，目前拢总有25000人报名参加这场运动会，其中600人是外国人。年会上大的参赛者是109岁泰国人，专工飞来台湾参加比赛。市府也鼓励民众共同参与，替选手加油，也带动个人的运动热潮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